了这种的鱼啊，上名斑头鱼。台南七股有一个青年渔民杨典豪，因海水来饲这种斑头鱼，讲肉质又嫩鲜甜，真受市场的欢迎。斑头正确名叫棒头，是一种食用鱼啊，伫屏东市上济。毋过伫台南有一位鱼友叫杨典豪，伊伫七股特别因海水来饲，虽然讲爱饲较久，毋过肉质相对嘛较好食。然后因为它跟虾子混养的时候，就是它会把生病的虾子吃掉，所以进而就是让我们的虾子就是跟水底保持就是更干净这样子。伊讲棒头较有寄生虫，所以讲特别将海水抽入水池啊内过滤了，再个引进养殖池内面，避免感染。所以就利用这个沙质地的特性去净换水，等于一个杀氯的作用这样子。因海水所饲的棒头和杨典豪对鱼的肉质真有自信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